今仔日冷气团减弱，气温有回升，天气变较烧热。不过，为拜三开始又阁有风面到位啊。到时台中以北也阁有宜兰会落雨，也若拜四拜五会上寒，北部的低温会降到剩12度。一礼拜温度变化真大，民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加早一领衫。今日大陆冷气团灯渐渐减弱，拜一甲拜二开始，各地温度会明显回升，北部高温看上30度。一直到拜三方面报道，天气才会开始变天。中午的时候，高温跟前一天有很明显的差别，从原本的30度左右掉到22度。周四周五这2天可以看到，北台湾的温度是持续的一整天，可能是在14度、15度而已，是主要冷空气影响期间。这波冷空气较湿冷，强度可能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顶级，一直爱到礼拜六才会渐渐减弱，气温会小可回升。各地早暗也是会较凉冷。气象专家提醒，3月11会阁有方面报道。当咱3月初6甲3月初7哦，咱这台中以北甲宜兰遮雨可能就了较大、较明显哦。应该有机会出现咱讲这春雷这情形出现。专家分析，短期气候预测显示，拜一方面通过了后，水汽就会减少。3月中了后，温度会较温暖。不过3月底至4月初，降雨量可能会较济。后期预测也是有无确定性，所以民众若是规划清明假期，爱特别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